来看桃园的公立幼儿园甲非营利的幼儿园哦，今年是减少621学生，也毋过哦，市政府佮按算讲要新增加18幼儿园93班。教育局是回应表示讲，目前的减业大部分拢伫偏乡地区，新设的幼儿园哦，主要拢伫北地、青埔这些所在。桃园市政府教育政策主打公设公立甲非营利幼儿园，教育局今年招收8000个幼儿，扩业621人。桃园市教育产业工会这边新生儿人数为2019年22493人，到2022年降到18205人。市府议员按算新设18园，总共93班。那安尼会互欠业状况会更较严重。非营利及主公共化，寒暑假学生可以上学哦，还有课后哦，他们可以留到7点的冲击下，导致公幼的学生数逐年越收越少。针对公幼欠业较侪，外界认为算休寒休热加课后留班了后，读公幼款得较贵。桃园市教育产业工会表示，费用其实差不多侪，主要问题伫教育局，虽然每年降低师生比。公幼为1:14，每年降到114学年1:12。不过，议员爱考虑公幼除了面临非营利甲准公共化幼儿园抢学生以外，还阁面临少子化问题，要求教育局依照地区需求重新调整数量，严格管控幼儿园的数量。缺额大部分都会集中在偏远地区幼儿园。那因为我们考量偏远地区的资源挹注人有其必要性，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提供偏远地区小朋友入园机会。教育回应，招生欠业集中伫偏乡议员爱护教育资源，消除城乡差距。现在主要集中伫北地、青埔这所在，会全面检查幼儿园数量，继续配合教育部降低师生比政策，加将即马3到5岁班级转型做2岁专班，满足托育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